嗨，歡迎各位超百友翻到嚟娛樂八卦超住講頻道。喂，各位超百友，又係我你哋嘅八卦仔。今日要同大家傾嘅呢單料，真係沉重到一個點，但同時又荒謬到一個點。你哋睇標題都知啦，2022年 Mirror 紅館演唱會被個巨型屏幕監生砸中，搞到頸椎重創癱瘓嘅舞蹈員阿毛李啟賢，佢爸爸李盛林牧師，尋日即係4月25號正式與世長辭。唉，各位3年啊，足足1000幾日，一個老人家本來喺加拿大退咗休，安享晚年，點知個仔出件咁嘅事，連夜飛返香港，由第一日震驚喺廁所嚎哭，到每逢星期六風雨不改咁出代禱信，足足出咗195封，最後個仔仲未企得起身，老豆自己就因為脾臟發炎入咗 ICU， 跟住呼吸衰竭走咗，嚇死人咩？呢個劇本就算係 TVB 最狗血嘅編劇都寫唔出啦。但係各位八友，今日我八卦仔唔係淨係嚟同大家講聲 EIP 咁簡單，我哋係要抬開呢件悲劇嘅表皮，睇下裡面到底生咗幾多蟲。因為我睇完網民嘅留言，我真係覺得香港人嘅心理扭曲程度已經去到一個世界級嘅地步。今日我哋就由宗教、金錢、道德綁架同埋政治光譜去徹底解剖呢場食血饅頭嘅網絡狂歡。好，慣例同大家重組一次件事嘅時間線同花生重點。牧職神學院出咗個 post， 證實李盛林牧師已經返咗天家。據消息指佢今個月14號喺威院睇急症，本來以為係脾臟發炎，點知病情急轉直下，入埋 ICU 要聞氧氣，最後搶救唔到。大家記唔記得？其實今年3月，李牧師已經喺代禱信度漏過口風，話自己有慢性心血管問題，仲好灰咁講過，不確定能陪兒子走多長的路。結果真係一語成讖。呢3年嚟，李牧師為咗照顧阿毛，真係油盡燈枯。佢曾經講過，好想代替個仔受苦，好想癱嗰個係自己，每日同老婆拍片傳俾個仔，維持阿毛嘅精神意志。但係網民點睇呢？哇！我真係睇到哇哇聲。除咗一班寫 RIP 南無阿彌陀佛嘅正常人之外，連登同 IG 充滿住極度冷血嘅留言。有人話佢係神棍，假借上帝之名實懷私生；有人話佢擺蘇青上台，逼人放棄事業；有人話佢貪得無厭，李澤楷已經俾咗好多錢，甚至有人直接將件事扯落政治，話世上消失件男屍絕對唔可惜。仲有一大堆人喺度冷嘲熱諷，探討神嘅存在，話如果真係有神，點解呢家人咁慘？死後世界舒服，你知咩？各位，一個父親為照顧重度殘障嘅兒子，勞心勞力到死，換嚟嘅竟然係一場網絡批鬥大會。究竟呢個社會發生咩事？等八卦仔同你逐層逐層咁剝開呢個核突嘅洋葱。第一個重點係宗教信仰喺巨大災難面前嘅公關災難，同埋網民對神嘅極端報復心理。其實你睇反啲留言，好大一部分攻擊李牧師嘅人，佢哋唔係真係憎李牧師本人，佢哋係憎過基督教，或者憎佢嗰種神一定有最好安排嘅論調。李牧師每星期出代禱信，不斷感謝神、讚美神，話神有恩典。喺普通市民或者我哋呢啲凡夫俗子眼中，係覺得極度反智同精神分裂嘅。你個仔喺幾萬人面前被個網撲到終身癱瘓，大小二便都要人搞。你作為老豆，竟然唔係去《星島日報》登頭版拉橫額告死 Machiavelli， 而係每個星期六叫人祈禱。網民覺得，如果真係有上帝，上帝就係推個摩托嚟嗰個兇手啦。點解你仲要多謝個兇手？所以當李牧師積勞成疾死埋嘅時候，網民嗰種反撲就出晒嚟。佢哋留言話要考驗到幾時？小學都明啦，邊有神？喺心理學上呢種叫認知失調嘅投射。網民接受唔到世界係咁隨機咁殘酷，即係你乖乖地跳舞都可以被撲到癱。佢哋渴望有因果報應。當李牧師用神的旨意去解釋呢個無常嘅時候，網民就覺得佢喺度幫個殘酷嘅世界洗白。所以當李牧師死咗，網民就覺得係打臉咗個信仰，覺得好爽，因為證明咗你個神根本保佑唔到你。但係各位，你哋有冇諗過，對於一個絕望嘅父親嚟講，如果佢唔信神有最好嘅安排，
佢點樣撐過呢1000個日與夜。如果佢接受呢一切都係無意義嘅意外，佢一早崩潰跳樓啦。宗教係佢嘅精神麻醉藥，網民竟然要去拔走一個垂死病人嘅止痛針，仲要笑佢啪針個樣好肉酸，呢種行為真係冷血到極點。第二個重點係資本對立、仇富心理同埋對貪得無厭嘅莫須有指控。留言入面有一句好搶眼，老闆李生已經俾咗好多錢佢個仔醫病，仲要貪得無厭。喂，我睇到呢句真係笑出嚟，係苦笑呀。講呢句嘢嘅人到底有冇常識？李澤楷當初話個人捐1000萬，1000萬喺香港買層納米樓都冇咗一大半啊！你知唔知一個高位截癱嘅病人一日要燒幾多錢？24小時嘅專業看護，最頂級嘅神經復康儀器、外骨骼、機器人、尿喉、胃管，全部都係錢。1000萬夠燒幾耐？3年、5年。阿毛得20幾歲，佢條命仲有幾十年要捱。點解網民會覺得李牧師貪？因為李牧師一直唔肯放過傳媒嘅視線，一直 keep 住每星期更新。喺某啲人眼中，呢啲叫博同情、孖住數。但大家退一步諗嚇，如果李牧師一早收聲、低調處理，你估 ViuTV 同李澤楷仲會唔會賣佢帳？香港人善忘眼，過咗半年，連燈仔、連阿毛係邊個都可能唔記得啦。李牧師出代禱信，表面上係宗教儀式，但實質上佢係做緊一場極度痛苦嘅公關博弈。佢要用公眾輿論夾住 ViuTV 唔敢斷阿毛嘅醫療費，佢係用自己嘅尊嚴，甚至將自己個仔最脆弱嘅一面攤喺陽光下，去換取個仔下半生嘅保障。呢個係一個父親對抗龐大資本集團嘅唯一武器。你哋班網民唔去鬧嗰啲將個 mon 掛到吊吊揈嘅工程公司，唔去鬧為咗慳 budget 縮減彩排時間嘅高層，反而去鬧一個為咗個仔醫藥費而周旋嘅老豆，貪得無厭、欺善怕惡到呢個地步，真係影衰香港人。第三呢，就係關於蘇清嘅道德綁架同埋情緒勒索嘅極致指控，呢個真係全網討論得最激烈嘅一點。有人話李牧師擺蘇清上台，逼人放棄事業，照顧自己個仔。老老實實，蘇清退團絕對係 COLLAR 同埋香港樂壇嘅一大損失，我都覺得好可惜。但係將蘇清退團嘅責任100%推落李牧師度，又公唔公道呢？大家試下代入李牧師個角色，你個仔瞓喺張床度，喐都喐唔到，個仔最愛嘅女朋友日日嚟探佢。作為一個老豆，佢當然喺心底裏極度渴望呢個女仔可以留低陪個仔。李牧師喺代禱信度的確有提過蘇清，讚佢有情有義。喺某啲女權或者自由主義嘅網民眼中，呢啲就係情緒勒索，係用貞節牌坊去責逼蘇清唔準走。無可否認，當一個德高望重嘅牧師每星期公開向全香港人匯報進度，如果蘇清嗰一刻選擇分手，繼續去跳舞造星，佢一定會被全香港嘅道德判官鬧到仆街，話佢係臭雞、薄情寡義。呢種無形嘅社會壓力的確係存在嘅，但問題係呢個壓力係李牧師一個人造成嘅咩？唔係，係全香港嘅網民、傳媒一齊營造出嚟。當初係邊個將蘇清捧上神壇，話佢係絕世好女友？咪又係你哋班網民。當蘇清發現自己真係頂唔順，或者想尋找自己人生嘅時候，你估李牧師有冇用支槍指住佢個頭？李牧師係一個傳統嘅老人家，佢梗係想一家人齊齊整整。你唔可以要求一個瀕臨崩潰邊緣嘅老豆喺個仔隨時會死嘅時候，仲要擁有極度前衛嘅西方個人主義思想，走去同蘇晴講：你走啦，唔好理我個仔啦。呢個唔係現實，呢個係聖人。網民將自己對父權體制嘅不滿全部發泄喺一個無助嘅阿伯身上，呢啲根本就係懦夫嘅行為。講到呢度，我真係好想問下鏡頭前面嘅你哋自己摸住良心諗下，如果你係李牧師，面對巨額醫療費，面對個仔隨時抑鬱自尋短見，你會唔會出代禱信去維持關注度？如果你係李牧師，你會唔會私心希望個仔嘅女朋友可以留低？留言話俾我知。AD， 李牧師只係盡咗一個父親嘅責任，用盡方法救個仔。網民太苛刻。B， 李牧師嘅做法的確充滿情緒勒索同公關算計，令人反感。嗱，即刻喺下面留言，我想睇下大家嘅道德底線到底去到邊。好，我哋繼續第4個重點，亦都係最令我心寒嘅一點。
政治光譜凌駕人性底線。有留言話：當日聯署撐警，點解政府唔安排最好嘅醫生？世上消失件藍絲，絕對唔可惜咯。唉，哇，各位，原來喺2026年嘅今日，香港人仲係玩緊呢一套。大家都知，李牧師喺2019年嘅時候曾經有過一啲建制或者親政府嘅立場，甚至有傳佢簽過啲撐警聯署。OK， 政見唔同，大家可以割席，但係咪因為佢政見同你唔同，佢個仔就抵死被芒扎？係咪佢政見同你唔同，佢悲慘咁過身就係消失件藍絲唔可惜？呢種非黑即白、二元對立嘅思維，到底要禍害香港幾耐？當政治立場成為判斷一個人該不該死嘅唯一標準，呢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網民用政治立場作為遮羞布，去掩飾自己內心嗰種幸災樂禍嘅陰暗面。因為佢係藍，所以我就可以肆無忌憚咁嘲笑佢個仔癱瘓，嘲笑佢死得慘。呢種所謂嘅黃絲正義，同佢哋口中最憎嘅極權暴政又有咩分別？都係一樣咁冷血，一樣咁泯滅人性。你憎佢嘅政見，你可以唔睇佢嘅新聞，但係一個失去兒子健康，最後連自己條命都冇埋嘅老父親面前，吐出一句抵死，呢啲唔叫爭取民主自由，呢啲叫心理變態。第5個重點，我哋要探討嘅係阿毛嘅絕望困境。李牧師走咗，最大嘅受害者係邊個？梗係阿毛啦！大家試想像下，阿毛而家嘅狀態，身軀被困喺一張床度，連自己爪痕都做唔到。過去3年，老豆就係佢與外界聯繫嘅最強橋梁，係佢嘅發言人，係佢嘅保護傘。而家呢把傘穿咗，把聲停咗。阿毛嘅母親年紀都大，面對喪夫同個仔殘障嘅雙重打擊，佢頂得順幾耐？之前網民話其他家人會唔會接棒繼續壓榨 YU？ 呢句説話極度涼薄，但亦點出咗一個殘酷嘅現實。冇咗李牧師呢個有頭有面、有組織能力嘅話事人，阿毛屋企人仲有冇能力去應付 YuTV 背後龐大嘅法律同公關團隊？當代禱信停止更新，公眾嘅注意力就會迅速轉移，冇咗輿論壓力，資本家露底係遲早嘅事。阿毛嘅醫療質素會唔會下降？賠償談判會唔會被拖延？呢啲全部都係極度現實、血淋淋嘅問題。李牧師嘅死唔單止係失去一個父親，係阿毛失去咗佢生命中最後一道防線。唉，真係諗起都覺得毛骨悚然。講到改善建議，你以為我會叫政府做嘢？慳啲啦！呢單嘢反映出嚟嘅社會問題根本唔係加強職業安全指引咁簡單，而係成個香港網絡生態嘅腐敗。首先，我哋必須要學識悲劇嘅邊界感。互聯網令到所有嘢都變得透明。李牧師嘅代禱信本來係一個封閉宗教群體嘅圍爐取暖，但因為阿毛嘅知名度被強行拉入咗公共視野，大眾傳媒每個星期當連載小説咁報，將別人嘅痛苦娛樂化。我哋作為讀者，係咪應該要有自覺，唔好再將自己嘅道德觀強加喺一個受難家庭身上？第二，資本集團嘅社會責任必須被制度化，而唔係靠受害者家屬去賣慘乞返嚟。如果香港有一套完善嘅大型事故長遠賠償及照顧機制，李牧師根本唔需要每個星期寫信去 keep 熱度，根本唔需要擔心個仔老無所依。ViuTV 同大國文化喺呢件事上面，由頭到尾都係玩緊拖字訣，用錢去買時間，等大家淡忘。我哋嘅社會必須要有更嚴厲嘅法規去懲罰呢啲因為疏忽而毀人一生嘅企業，而唔係由得家屬自己去同大財團孤軍作戰。好啦，又到咗八卦仔最主觀、最偏激嘅點評時間，大家準備好未？有人話死者為大，講嘢要客氣啲。我話客氣你老味，我今日就要實話實說。對於李盛林牧師呢個人，我嘅感覺係極度複雜，甚至係帶住矛盾嘅。作為一個父親，我100分敬佩佢。佢為咗個仔放低晒身段，耗盡咗最後一滴血，甚至連命都賠上。呢種父愛冇得頂。但係作為一個公眾發言人，我覺得佢嘅做法係極度趕客、極度煩交。佢嗰種濃烈嘅宗教包裝，嗰種將所有不幸都強行披上神聖外衣嘅説辭，根本就係一種對公眾嘅精神虐待。佢將一場明明係人禍、係資本家剝削打工仔嘅工業意外，包裝成神嘅考驗，呢一點我係極度反感。
佢唔去追究到底邊個簽名批個 mon 上台，日日喺度感謝主。呢種懦弱嘅善良，某程度上係縱容緊真正嘅兇手。但係就算你牧師嘅 PR 技巧再差，佢嘅政見再藍，佢嘅宗教再離地，都輪唔到班網絡冷血狗喺度落井下石。嗰啲留低抵死神棍貪錢嘅網民，你哋聽住，你哋唔係咩正義使者，你哋只係一班現實生活中一事無成，只能夠透過踩低悲劇人物嚟獲取優越感嘅社會垃圾。你哋對住權貴粒水，對住一個死咗嘅阿伯就起勢咁咬，真係影衰晒人類呢個物種。如果我要為呢場阿毛父親病逝嘅網絡風暴俾個荒謬指數，我會俾10粒星。爆燈嘅資本家嘅冷漠、家屬嘅執迷、網民嘅嗜血，3樣嘢加埋，煮成咗香港史上最令人作嘔嘅一鍋血饅頭粥。李牧師走咗，佢解脫咗啦，唔使再面對呢個爛透嘅世界。但留低嘅阿毛，同埋我哋呢班仲要喺呢個荒謬社會生存落去嘅人，先至係真正嘅無間道。最後八卦仔要掟個終極問題出嚟，同大家死過。你覺得李成林牧師過去3年嘅高調代禱信操作，到底係 A 一個偉大父親保護癱瘓兒子嘅最強防禦盾，定係 B 將兒子私隱同傷痛無限消費，令人反感嘅道德公關 show？ 唔好同我講兩樣都有，我要你哋揀一邊，即刻喺留言區開戰，用你嘅理據去說服我。今集嚟到呢度啦，有咩諗法可以係留言區留言，同埋記得俾 like 訂閱分享下條影片。再見，拜拜。